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弟兄姊妹早上好。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嘅題目，就係神嘅兩條命令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，叫做神的兩條命令。我哋睇約翰一書3章23節。我們來看看約翰一書的3章23節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兩條命令。兩條命令。第一條係信耶穌基督嘅名。第一條命令是信耶穌基督。第二條命令係彼此相愛。第二條命令就是彼此相愛。命令呢係官方嘅好重要嘅操作。那命令呢是官方很重要的這個方式語句。個司令一講命令，嗰啲兵士或者其他嗰啲海陸空三軍呢就要跟住去做噶啦。當司令一講出這個命令的時候啊，這個海陸空三軍啊就要照着來做。上個禮拜，上個星期，特朗普總統，因為伊朗呢將美國一個嘅直升機咧打落咗。因為伊朗將美國的一架直升機擊落了，佢就落命令去反擊。他就下了一個命令要反擊。初時嘅反擊係輕微嘅，初時的反擊是輕微的。佢定咗禮拜4晚上咧就要大舉嘅轟炸。他定了禮拜4的晚上要大舉轟炸。呢個命令一出咧，全世界咧都喺度轟動。這個命令一出，全世界的人在那裡轟動，人人喺度等住睇下。每個人都在那裡等着看，因為佢要用海陸空三軍咧去進攻嘅。因為特朗普總統要以海陸空三軍來進攻。但係喺下晝嘅時候咧，佢有另外一條命令。但是下午的時候又來了一條新的命令。佢話嗰個和約咧已經有成效，所以咧唔再轟炸啦。因為合約馬上就有成效了，所以就不再轟炸。你睇佢兩條命令對個世界影響幾大？大家看到他的兩條命令對這個世界影響多大？第二條命令一出咧，跟住個股票又上升啊，石油嘅價錢咧又落降低。第二條命令一出的時候啊，股價上升，石油又價格下降。不過特朗普咧只不過係一屆嘅總統啫。不過特朗普只不過是一屆總統。佢最多咧，仲有3年到嘅命令嘅啫。他最多還只剩下個2-3年的命令可發。佢嘅命令咧，可能咧就幾個鐘頭又收翻，又有另外一個命令。而且呢，他的命令呢，很有可能發出之後，過幾個小時又收回來。但係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神嘅兩條命令。神的兩條命令。呢兩條命令係幾時發出㗎？這兩條命令是什麼時候發出的呀？係喺約翰一書，即係約翰使徒約翰寫嘅。這裡講到是約翰一書，也就是使徒約翰所寫的書信。大概係千幾2000年啦。已經過了這個2000年了。千幾2000年呢兩條命令仍然有效。將近2000年前寫的命令，竟然仍然有效。好，我哋而家睇下。神嘅第一條命令，我們接下來看神的第一條命令，就係信佢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就是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。信乜嘢呢？信什麼呢？信佢嘅兒子，信他的兒子，即係耶穌咧，係神嘅兒子。耶穌是神的兒子，我哋要信，我們要信。你會問你有咩證據啊？你可能會問有什麼證據嗎？如果我攞齊晒100%嘅證據咧，你就唔使信噶啦。如果我拿到了100%的證據，那你也不用信了。我而家問你哋，你信唔信我嘅袋裏邊有100蚊咧？你信不信我的袋子裏面有100塊錢啊？啊，不止。給大家看一看啊，這裡就是100塊錢。我未攞出嚟之前咧，
就係信。我沒有拿出來之前，你如果認為有，就是信。攞咗出嚟咧，拿出來之後，使唔使信啊？這個就還需要唔使信啊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相信神咧，我冇辦法咧，就叫個神咧喺度出現。所以呢，這個我們講到信神呢，我沒辦法把神拿出來給他看，哎，大家就要信。因為神是個靈，因為神是個靈，我哋要信，我們要信，唔係話即係將個神咧擺喺度先至信，擺喺度嘅時候咧就唔使信啦。不是說我們把這個神擺出來，哎，擺出來的時候那就不叫信。呢度話耶穌係神嘅兒子，這裡講到耶穌是神的兒子，我哋要信，我們要信。跟住咧，耶穌嘅名字究竟係咩意思咧？我們接着要說說耶穌的名字是什麼意思。喺馬太福音1章21節，馬太福音1章21節，他要將自己嘅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。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拯救出來。耶穌嘅名字就係救佢嘅百姓。耶穌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救他的百姓，唔係喺水嗰度救啊，不是說在水那裡救。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喺個罪惡嘅裏邊，人人都有份。而是在罪惡的當中，人人都有份。耶穌就要將我哋嘅佢嘅百姓從罪惡裏邊救出嚟。耶穌就是要將他的百姓從罪惡當中拯救出來。基督係咩意思啊？基督又是什麼意思？受膏者，受膏者，即係咧嗰啲祭司啊、先知啊、君王啊，佢哋就職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啲嘅人咧，用嗰啲嘅油放喺佢個頭嗰度，抹喺佢度。就是當時呢一些的祭司、君王、先知受膏的時候，把一些油澆在他的頭上。受膏者咧，只係3種嘅人。受膏者只有3類的人。第一就係先知，第二祭司，第三就君王。分別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我哋基督係乜嘢咧？我們基督是什麼呢？受膏者，是受膏者。佢係救世主，他是救世主，又係先知，又係祭司，又係君王。又是先知，又是祭司，又是君王。佢點樣贖世人嘅罪咧？他怎麼樣來救贖人的罪呢？因為佢喺十字架上邊釘死，因為他在十字架上面釘死。我哋嘅罪完全落喺耶穌嘅身上，我們的罪完全的落在耶穌的身上。耶穌為我哋受晒一切罪嘅重擔，耶穌為我們承擔了一切罪的重擔，所以我哋相信耶穌，耶穌就將我哋嘅罪洗乾淨。所以當我們相信耶穌的時候，耶穌就將我們的罪洗乾淨。但係耶穌唔係死咗啫，一了百了。但是耶穌不是死了一了百了，第3日復活，第3天復活，勝過死亡。勝過死亡。全世界有冇人勝過死亡呢？全世界有沒有人勝過死亡呢？冇，沒有。你聽見有啲人咧話復活，有的人說復活，但係復活咗之後咧，佢又要死嘅。但是復活了之後，他還是要死。有冇人永遠唔死咧？有沒有人永遠不死呢？冇，沒有。只有耶穌基督第3日復活，升天上到高天嗰度，喺神嘅右邊。只有耶穌基督第3日復活，而且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邊。我哋當中唔知你哋係咪已經信咗耶穌基督嘅名呢？我們中間不知道你有沒有確信你自己信了耶穌基督的名呢？呢條命令係最容易遵守嘅。第一條命令是最容易遵守的。伸隻手攞就得啦。把你的手伸出來，過來領取就可以了。因為呢個係恩典嚟嘅。因為這是恩典來的。如果我哋跟住頭先所講嘅去相信耶穌，如果我們按照剛才所講的來信耶穌，第一，罪得赦免。罪得赦免。聖經講得好清楚。聖經講得很清楚。我們若認自己嘅罪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神是信實的，公義的，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不義，
洗净我們的一切不義。記載喺約翰一書約翰1章9書節， 1章9節，我哋只要認罪我們只有認罪悔改，悔改，神就將我哋嘅罪完全洗乾淨，神就把我們的罪完全的洗乾淨。唔單止赦罪啊，不單止赦罪，喺約翰福音3章16節嗰度講得好清楚，約翰福音3章16節還講得很清楚，神愛世人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都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叫一些信他的不至滅亡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反得永生。罪得赦免之後呢，罪得赦免之後呢，我哋不至滅亡，我們不至滅亡，唔需要落去火湖地獄，不需要落在火湖地獄當中，反而呢，將來喺天上邊呢，耶穌接我哋返天家嗰度，我們反而呢能夠得到這個在耶穌再來的時候接我們到天上，嗰陣時我哋就永生啦。那個時候我們就是永生了。永生係乜嘢啊？永生是什麼呢？唔需要死嘅，不需要死，好得無比啊！好的無比啊！仲有一樣嘢喎，還有一樣，我哋喺地上邊信咗耶穌之我後咧，們在地上信了耶穌之後，成為神嘅兒女啊！成為了上帝的兒女。前嗰幾日咧，呢個 SpaceX 嘅上市，其實就是上個禮拜五前天的時候 ，SpaceX 上市。馬斯克咧就一日之間咧就變成萬億嘅富翁。哇！馬斯克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萬億元身價的富翁。佢好串嘅。嗰陣時咧，去中國嗰邊咧訪問嘅時候，以前他在中國接受訪問的時候，你估佢帶乜嘢啊？你覺得他會帶什麼？將佢嘅5、6歲嘅仔啊，放喺個膊頭嗰度啊！把他的5、6歲的兒子放在他的這個肩頭上，訪問中國啊！訪問中國。哇！你話呢個仔不得了啊！這個兒子真的是不得了。如果我哋都係佢個仔、佢個女，不得了啊！他的兒子、他的女兒的話，那也不得了了。今時今日而家話，我哋成為神嘅兒女。哇！今時今日，我們在說的是成為上帝的兒女。馬斯克佢係人嚟啫，馬斯克只不過是人，有一天都係要歸回塵土。有一天還是要塵歸塵，土歸土。但係我哋做神嘅兒女咧，就比做馬斯克嘅兒子咧就更加尊貴。我們是上帝的兒女，比馬斯克的兒女要更加的珍貴。喺約翰福音1章12節嗰度講得好清楚。約翰福音1章12節講得非常清楚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。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。仲有一樣嘢，還有一樣嘢，跟住咧就係講到同在樂園。原來在講同在樂園啊。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咧，當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，左邊、右邊有兩個犯人，右邊都有兩個犯人。其中一個犯人咧喺十字架上邊咧信咗耶穌。其中一個人在十字架上面信了耶穌。耶穌咧就同佢講啦。耶穌就同他講，喺路加福音23章43節。路加福音23章的43節。耶穌對他說。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我實在告訴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了。今天你要同我在樂園裏。實在告訴就即係冇花假嘅。這個講到實在告訴你，意思就是說，不是跟你開玩笑。今日嗰個罪犯就要同耶穌落到去樂園嗰度。這個罪犯今天就要跟耶穌到了樂園裏。樂園係咩地方呢？樂園是哪裏呢？
聖經冇講得清楚。聖經沒有講很清楚。不過咧，我哋睇伊甸園神做嘅時候咧，就知道多少啦。不過呢，我們在神創世紀裡面，神造伊甸園就稍微能夠知道一二。係一個好平靜安穩，是一個非常平靜安穩的地方。裏邊咧好多花草樹木等又有等，花草樹木等等，好美麗嘅地非方。常美麗。當呢個嘅犯人一信咗耶穌，當這個犯人一信耶穌，嗰日大家三個罪犯咧，包括耶穌咧，都死啦。這個當天，這個十字架上的三個人，兩個強盜，一個耶穌都死了。但係耶穌話：今日就要同呢個嘅罪人，呢個罪犯落到去樂園嗰度。但是耶穌對其中一個罪犯說：今日你就要跟我這個到樂園裏了。喺樂園裏邊好快樂，在樂園裏面當然是非常快樂。等候耶穌再嚟，等候耶穌再來，翻到去天國嗰度，永遠與神同在。回到天上，永遠與神同在。呢個恩典幾大？這個恩典何等大？容唔容易攞啊？容不容易拿？好容易啊！好容易嘛！一個信字，哇，一個字信。信就係咩嘢咧？就接受。信就是接受。如果我請你食飯，如果我請你吃飯，台面咧有好多嘅鮑參翅肚，台面上有很多的什麼鮑參翅肚，坐咗落去。這個，反正山珍海味，你坐下來，起筷，起筷子，起筷子。你唔起筷啊？你為什麼筷子不拿起來啊？唔食啊？你為什麼不吃呢？有冇用啊？有沒有用啊？冇用啦。沒有什麼用，這個不吃的話。信咧就係起筷，夾咗嗰啲鮑參翅肚擺落個口，吞落肚，就係咁簡單。這個信就好像是有滿座的宴席，你拿起筷子夾住了，放到嘴巴裏，然後吞下去咽下去。如果我哋當中仲有人未信嘅話，如果我們中間，如果你還沒有信的話，我對你講，我要對你說，唔好辜負神呢個寶貴嘅恩典。不要辜負神寶貴的恩典。只要你接受就得啦。只要你接受就可以。跟住我哋睇第二條命令啦。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條命令，彼此相愛。彼此相愛。我哋留心彼此兩個字，我們留心看彼此兩個字，又留心個相字，又看一看這個相字，更加留心個愛字，更要留意這個愛字。首先我講個愛字，首先我講的是愛字。愛字嘅最中心嘅地方係乜嘢啊？愛字最中間的地方是什麼？心。愛一定係心裏邊發出。愛一定是從心裏面發出。我講俾你聽，人類有今時今日啊，係因為有愛。人類到今時今日是因為有愛。人類冇愛就冇家庭。人類沒有愛就沒有冇國家，沒有國家，冇社團，沒有社團，冇教會，也沒有教會。因為咧，如果係冇愛嘅話咧，成日都自相殘殺。如果沒有愛的話，他們整天在自相殘殺。人咧好快就滅亡噶啦。人很快就滅亡了。有好多嘅心理學家咧就做過啲實驗。有很多心理學家做過實驗。有啲嘅嬰孩咧就放咗喺度冇人理嘅。有些嬰孩呢放在一個地方，沒有人理去。有啲嬰孩咧就有父母或者有護士咧，日日咧去同佢傾偈。另外一邊有一些的小孩子，他們每天有孩子的父母護士去照顧他們。住嘅地方係一樣，住的地方是一樣的，食嘅地方係一樣，吃的東西是一樣的。但係過得一段嘅時期咧，嗰啲嘅有人照顧、有人理、有人愛嘅嬰兒咧，好健康咁生長。過了一段時間之後，有父母照顧、有護士照顧的嬰孩呢，他們就成長得很健康。但係嗰啲冇人理嗰啲咧，但是沒有人照顧的那些，唔大得㗎。但是就不健康。所以愛係好重要嘅。所以愛是很重要的。點解咁重要啊？為什麼這麼重要？因為神就是愛啊！因為神就是愛。神
我哋用一個字代表就係愛。我們用一個字來代表，就是愛。神就是愛，就喺呢個約翰一書4章16節嗰度講清楚啦。在約翰一書4章16節。4章16節就講得很清楚。神愛我們的心，神愛我們的心，我們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愛，神就是愛。住在愛裏面的，住在愛裏面的，就是住在神裏面。就是住在神裏面。神也住在他裏面。神也住在他裏面。呢度咧就有愛，有神，又有我哋。這裏有愛，有神，也有我們。如果我哋都有愛嘅話咧，神就住喺我哋裏邊。如果我們都有愛的話，神就會住在我們裏面。咁我哋咧就一定要有愛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愛。因為頭先我哋講，你係成為神嘅兒女。因為我們剛才在講要成為神的兒女。神就是愛，所以你應該喺你裏邊係有愛嘅。因為神就是愛，所以在你裏面也要有愛。我哋睇第二節，另外一節聖經。第二節的聖經。約翰一書3章14節。約翰一書的3章14節。愛弟兄是已經出死入生。愛弟兄就是已經出死入生。聖經講，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。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已經是出死入生。出死入生就係得着救恩啦。出死入生就是得着救恩，就係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啦。就是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哋檢討下，我哋究竟係咪真係信耶穌咧？我們檢討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信耶穌。你檢討下你有冇愛啊？你檢討一下你自己。如果你嘅裏邊有愛，就證明你係已經真真正正信咗耶穌。如果你裏面有真正的那個愛，就說明你已經。如果你裏邊有愛，你就已經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裏面有那個真的愛，你就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相反嚟講，沒有愛心的，沒有愛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住在死中。冇愛心嗰啲嘅人呢？沒愛心那些的人呢？住喺死中啊！是住在死中。佢仍然要食飯，仍然唞氣。他仍然吃飯，仍然呼吸。但係死係咩意思啊？即係冇作用啦。但是死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講他已經沒有什麼作用。所以正面嚟講，愛弟兄就係已經證明你出死入生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愛弟兄，這就是證明你已經出死入生。因為你愛弟兄就已經是出死入生了。如果你完全冇呢個愛心嘅話咧，如果完全沒有愛心，你等於死人一樣。你好像是死人一樣。跟住下邊嗰一節咧就講得更加清楚啦。下面一節講得更清楚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凡恨弟兄的，就是殺人的。就是殺人的。你們曉得凡殺人的，你們曉得凡殺人的，沒有永生在他裏面。永生在他裏面。哇！你會覺得乜信耶穌咁化學噶？怎麼回事？不信耶穌怎麼這麼的什麼？化學，即係化學。我明明信咗耶穌啦。我明明信了耶穌啦。而家憎恨一個人，佢對我唔住喎。我恨一個人，因為他對我不好。佢想害我喎。他想害我。於是乎咧，我心裏邊咧就好唔舒服，我都係好憎恨佢啦。我心裏面很不舒服，我憎恨他。如果咁樣就冇咗個永生。既然說這樣的情況，我就沒有永生，係唔係咁啊？是不是這樣？唔係啊。不是。唔係咁啊。不是這樣。你信咗耶穌，真真正正信咗耶穌，係唔會走得甩嘅。你真正的信耶穌是不會丟失的。唔會失掉呢個救恩嘅。不會失掉這個救恩的。我哋講一次得救，永遠得救。我們說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。即係你重生得救之後唔甩得嘅呢個永生一定。永遠喺度嘅。就是說你一次得到永生之後，永生是不會丟失的。咁但係呢度係乜嘢咧？那這個裏是什麼意思呢？
呢度呢個人咧這裡這個人呢，就係恨佢嘅弟兄，呢個恨字咧係hate，即係現在進行式。這裡的恨字在原文當中是 hate，就是現在進行式，係長期嘅恨，是一直持久的恨，又恨弟兄又恨姊妹。又恨弟兄又恨姊妹。神感動佢悔改，佢都唔肯悔改，神想要感動他悔改，他都不肯，就證明佢嗰陣時信耶穌係信得唔清楚啊！就證明那個時候他信耶穌可能不是真的信。如果佢真真正正信咗耶穌嘅話咧，如果是真正信了耶穌的話，佢就算恨弟兄恨姊妹恨一陣嘅啫。就算是恨弟兄恨姊妹，不過是恨一段時間。神感動佢，神感動他的時候，饒恕就會有饒恕，饒恕啦。他就饒恕了。我哋嘅主禱文點講啊？我們的主禱文怎麼講的？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債就即係得罪或者係罪惡啦。這裡的債就是得罪或者罪惡。神免去咗我哋嘅罪債，神免了我們的罪債，我哋亦要免去弟兄姊妹嘅罪債。我們也要免弟兄姊妹的罪債。所以咧，我哋唔能夠長期恨弟兄、長期恨姊妹嘅。我們不可以長期的恨弟兄或者恨姊妹。好啦，咁我哋要點樣彼此相愛咧？那我們要怎樣彼此相愛呢？第一就個彼此。第一，彼此。彼此嘅有咩意思咧？彼此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就包括所有嘅信徒。就包括所有信徒。你、我、他。你我他，個個人咧都要有相愛嘅心。每個人要有相愛的心。相愛咧係起碼有兩個人嘅。相愛指的是起碼要有兩個人。一個人咧，你愛乜嘢先得噶？一個人我愛什麼？只係愛自己啫嘛。變成是愛自己。一定要兩個人。一定要兩個人以上。咁樣所以咧。喺呢度咧，我哋如果要有愛心嘅話咧，係首先要主動嘅。所以呢，我們說要有愛心嘅話，就要主動。有啲人話我嚟咗禮拜堂都冇朋友嘅，都冇人理我嘅。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我來了禮拜堂，沒有朋友，沒有人。唔係啊，不是的。你要做主動嘅。你要做主動的。自己去愛人，自己去同人哋傾偈。要自己主動的跟人家談天，仲有唔止係主動，係互動。還有不止主動，還要互動。人哋同你傾偈，人哋打招呼，你唔睬人咧，唔得噶。人家跟你打招呼，你坐在那裡一點都不動，這個是不好。人對你敬3分，你就同佢敬佢6分啊嘛。人家敬你3分，你要回人家6分。好啦，仲有個相愛個相字啦。還有我們看這個相愛的相字。譬如一個新朋友嚟到我哋當中。譬如一個新朋友來到我們中間，我哋咧就介紹大家認識啦。我們就會介紹大家認識。散會之後咧。散會之後，我哋就問你貴姓名啊？我們就會問你貴姓。相識先。先相識。相識。相識。咁咧相識之後咧，跟住咧就係相談啦。相識之後就是相談。傾下偈啦。就是談心。講下世事又好，講下天氣又好，講下頭先講到嘅內容又好。隨便談談天，拉拉家常，談談天氣，或者我們回應一下剛才講到的信息。但係唔係到咗呢度就斷絕咗噶咯？但不是到這裡就斷了。散咗會之後，喺平時嘅日子，散了會之後，在平時嘅日子要相聚啊！要相聚，搵佢飲下茶，找一個人一起喝茶，食下飯，吃飯，或者咧就某某地方嗰啲嘢好平喎，咪一齊去買啲嘢。或者是找一個人，什麼地方東西比較便宜，帶着他一起去。
係有相聚嘅，还有相聚，相聚得多咧相聚的多就相熟啦，就比较熟悉起熟来，絡咯熟絡，喎，你知道佢更加多嘅嘢，你知道他更多的，知道佢嘅性情，知道他的性情，知道佢有啲乜嘢心裏邊唔妥嘅地方，知道他心里面有什麼不妥的地方。佢真係唔妥嘅話咧，你就關懷啦。如果他真的心里有不舒服，你就要關懷他。佢有病，你為佢祈禱或者去探望佢。如果他有病，你就為他祈禱或者探望他。佢心裏憂傷，你就安慰佢。他心里憂傷，你就安慰他。跟住咧就相助啦。還要有相助。呢個咧就係助咧，就係幫助。這裡的助就是幫助。你要花時間嘅，你要花時間的，甚至花錢嘅。甚至是花錢的。佢真係有需要嘅話咧，你用錢幫助佢。你用錢，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，你用錢幫助他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你或者係我而家講我喺呢個喺呢個呢個知道頭早晨運嘅時候咧，嗰啲人係點樣嘅？朝頭早晨運啊，去呢個金門公園啊。晨練的時候，早上在金門公園晨練。我初時去乜嘢人都唔識嘅。我以前我是一個人都不認識。而家咧識咗10幾個人。現在已經認識了10多個人。呢10幾個人咧，真係活到彼此相愛。那10幾個人活到彼此相愛。點解咧？為什麼呢？如果有一個人唔到咧，佢就打電話問：嘿，你仲今日唔見你啊？點解唔嚟啊？如果有一次某個人沒有過來的話，就會有人去打電話問他：今天怎麼沒看到你？佢一個月有一次咧，就一齊去飲茶。一個月還有一次一起喝茶。有時咧，一齊咧去旅行去遊船河。有的時候一起去旅行遊船。如果有人即係病啊唔舒服咧，佢車佢去醫生嗰度。如果有人這個生病了，還有其他的人會這個駕車送他去醫院。有啲人咧唔方便搭巴士嚟嘅，佢日日咧去佢屋企，佢車佢嚟一齊晨運。有的人這個不方便，這個搭公車來的，就有的人朋友就會開車帶他過來。佢哋冇聽過福音，他們沒有聽過福音，冇受到神嘅命令，沒有收到神的命令，但係佢有咗神嘅愛喺佢裏邊。但是他們有神的愛在裏面，彼此相愛，就是彼此相愛。所以咧，佢呢個咁嘅即係冇組織嘅組織咧，成20幾年。哇！所以他們這種沒組織的組織就已經20幾年了。呢個咧就係愛嘅好。咁咧，我哋去翻頭先嗰度，相識、相談、相聚。我哋頭先講到相助，然後咧就講到相愛啦。我們剛才講到相助，又看看相愛。跟住咧，聖經亦都講羅馬書12章9節。羅馬書12章第9節。愛人不可虛假。愛人不可虛假。惡要厭惡。惡要厭惡。善要親近。善要親近。呢度咧最主要咧就係唔好虛假。這裡最主要是講不要虛假。你有心同人哋聯繫咧，人哋知嘅。你有心跟人家聯繫，人家是知道的。你無心咧，人哋又知嘅。你沒有心，人家也是知道的。跟住咧，聖經又講啦，彼此親熱啦。這裡聖經又講彼此親熱。愛弟兄彼此親熱。愛弟兄彼此親熱。恭敬人彼此推讓。恭敬人彼此推讓。我哋唔知我哋教會係點樣情形？不知道我們的教會是怎麼樣的情形？如果人哋嚟到嘅時候咧，覺得你哋真係好冷淡嘅。如果有的新朋友進來，覺得大家很冷淡。如果你
覺得你哋係好熱誠嘅，如果你們自己覺得自己很熱忱，大家自己諗諗啦。大家自己要想一想。但係聖經呢度講俾我聽，要彼此親熱。聖經在這裡告訴我們要彼此親熱。我哋唔單止係要對待嗰啲新朋友，我們不單單是對待新朋友，就算我哋舊朋友、老朋友，大家弟兄姊妹幾廿年一齊嘅，都係要親熱。其實包括我們的舊朋友、老朋友，大家在一起都要彼此親熱。我哋再進一步啦，我們再進一步，同哭同樂，同哭同樂。聖經羅馬書12章15羅馬書節， 12章15節，與喜樂的人同樂，與喜樂的人同樂，與哀哭的人同哭。與哀哭的人同哭。即係人哋高興嘅話咧，你同佢一齊高興啊！所以呢，人家高興的時候，跟他一起高興。佢升任會長高興，他升任會為佢長高興啊！佢仲做咗咩皇帝皇后啊？咁咧又恭喜佢。如果另外一個人做皇帝皇后，你也恭喜他。係啦，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咧，另外相反嚟講咧，就哀哭嘅人同哭啦。另外一個方面，與哀哭的人同哭。佢有傷心嘅事，有的人有傷心的事，佢喊就哭，同佢一齊喊。就跟他一同。就算唔係一齊喊，聽佢講嘢。就算你不一起哭，就聽聽他講事情，拎出同情嘅心，有這個顯出同情的心，又進一步咯關係咯。就進一步又有進一步關係。跟住咧就係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氣高大，同心不要志氣高大，都要扶就卑微的人，要扶就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為聰明。不要自以為聰明。羅馬書12章16節，羅馬書12章12節。呢度咧我特別咧有個字咧就係自我中心。這裡有個字叫做自我中心。彼此相愛最大嘅問題，彼此相愛最大的問題就係自我中心，就是自我中心。我嘅意見係最好嘅，我的意見是最好的。我嘅聲音係最好嘅，我的聲音是最好的。你哋個個咧都最好聽晒我講。你們個個都聽我一個人講。如果我哋做自我中心咧，就破壞咗呢個彼此相愛啦。如果我們都是自我中心，就破壞了彼此相愛。呢度話不要志氣高大，總要扶就卑微的人。這裡講不要志氣高大，要扶就卑微的人。如果有啲人講嘢咧，咦都唔知講乜。如果有的人講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，你就唔再睬佢啦。你就不需要再理他。你就唔係跟住呢個聖經係扶就卑微嘅人。這裡聖經說要扶就卑微的人。佢唔清唔楚講來講去都係咁樣咧。有的人講來講去不清不楚，都是忍耐耐心去聽下佢。要有耐心聽他講，唔好自我中心。不要自我中心。好，跟住咧就係和睦同居。再接着是和睦同居。教會係需要和睦嘅。教會是需要和睦的。呢度話看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這裡講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。呢度咧就講到呢個摩西同埋呢個亞倫嘅關係。這裡是講的是摩西跟亞倫的關係。摩西上山攞十誡嘅時候咧，摩西上山拿十誡的時候，亞倫咧下邊咧就拜金牛。亞倫在下面竟然拜金牛。但係後尾咧，神咧就揀選亞倫咧做大祭司。但是後來神又揀選亞倫做大祭司。摩西同佢係相和嘅，同和睦同居。摩西跟亞倫最終是和睦同居。同佢膏油咧就擺落佢個頭嘅時候咧，好多好多嘅膏油落到個鬍鬚，落到個衣襟。講到這個很多的油膏在亞倫頭上，又流到鬍鬚，流到這個衣裳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一個嘅結論。我們現在進入結論。第一條命令係個人嘅。第一條命令是個人的。我哋要信耶穌。我們信耶穌就得永生。
得永生，成為神嘅兒女，成為神的兒女，將來喺天國嗰度同耶穌一齊。將來在天國裏跟耶穌一起。第二條命令咧就係叫彼此相愛咧，第二條命令是彼此相愛，係對象係教會，對象是教會，包括我哋自己嘅朋友、包括親戚、朋友、親戚、同事，我我哋全部都要有愛心。我們全部要有愛心。我哋對我哋嘅身邊嘅人咧我哋咧就係有熱情，我們對身邊的人也要有熱情，互相關懷、互相幫助，互相關心、互相關懷。咁而家就講到我自己嘅經歷啦。最後我就講講我自己的經歷，係咪我好有愛心呢？是不是我很有愛心呢？係咪我而家喺呢度教你哋，你哋要有愛心呢？是不是我今天在這裡在教大家怎樣有愛心呢？一啲都唔係。其實一點都不是。當我檢討嘅時候，當我檢討的時候，當我要講呢個信息嘅時候，當我要講這個信息的時候，我覺得我自己嘅愛心一啲都唔夠。我覺得我自己的愛心一點都不夠，好有虧欠，很多的虧欠。所以喺呢度咧，唔係話要教你哋，乃係要大家喺神嘅話語裏邊一齊學習。所以我們是要大家在神的話語當中一起來學習。我嘅經驗咧就係，如果一間教會咧係有熱情，我的經驗是，如果這間教會是有熱情的，有愛心嘅教會咧係興旺嘅。有熱心、有愛心的教會是會興旺的。如果一間教會咧冷漠無愛心咧，如果一間教會冷漠，呢個教會咧係衰微嘅。這個教會會衰微的。大家諗諗，我哋聖道堂係點樣情形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我們聖道堂現在是我哋低頭祈禱，我們低頭祈禱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，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我哋知道你俾我哋兩條命令。我們知道你給我們兩條命令。第一條係要我哋相信你、接受你做我哋嘅救主。第一條是讓我們來相信你、接受你做我們個人救主。第二條係叫我哋彼此相第二愛。條是叫我們彼此相愛。因為你神就是愛，因為神就是愛。求主將呢個愛心放喺我哋裏邊。求主將這樣的愛心放在我們裏面，叫我哋同弟兄姊妹彼此相愛，叫我們與弟兄姊妹彼此相愛，同我哋嘅親戚朋友同事彼此相愛，叫我們與親戚朋友同事彼此相愛，以致我哋能夠將主你自己嘅愛同埋你嘅恩典帶俾更多嘅人，以至於我們將從主耶穌來的愛帶給更多的人，又願意你祝福聖道堂，又求主來祝福聖道堂，叫我哋成為有愛嘅教會，叫我們成為有愛的教會，有熱誠嘅教會，有熱心的教會，以致得救嘅人數天天增加，以至於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。交上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名，這樣禱告，奉耶穌基督的名。阿門。阿門。謝謝。